再来看这回这丹那是风台呢，是互台湾中南部灾情拢真严重。内政部对今仔开始就派1350个阿兵哥去台南、嘉义、甲云林来救灾，甲民众斗整理家园。因若台南这电力的状况一直到头拄啊11点的时阵，也阁有3000多户是无电通可用的。即马台电也全力来抢修。雨一直落，替代夜南穿雨衫，陪同文旦龙跳予大风吹落的文旦，刷落来个协助清运。风灾到达进入第9日，已经复电的所在，民众开始整理家园。以早地方政府会协调国军协助，也毋过即摆拄到汉光演习，国军无法度支援大量的人力。内政部紧急调派替代夜南协助，包括台南、嘉义县市甲云林县，人数达到1350人。最主要的工作当然是协助我们这次损失最惨重的柚子剪植入谷还有清扫环境这部分。多来到了6成还有一小部分来灾区帮我们那个减轻不然第一时间真正拢唔知要安怎去处理这啊，足感谢咱国军的这弟兄啊。也毋过受到风灾影响，还未复电的所在，也有客家百忙7个顶地，到达已经9日，也有3342户停电。就是讲，我第一时间出来巡，我会当个载交通锥，把那个道路用好，卖下大家危险。但是8、9天嘛，至少先来把它扶正嘛，安尼下大家先路会通啦，嘿，卖危险。台电人员继续部分人来抢修，也让外界感受到第一线人员的辛劳。客家地区都有台电人员13暗去食饭，民众就直接付钱，也无留名，和台电人员真感谢。他已经快离开了，他知道是台电的人员、工程人员现在才来用餐，他很感动，然后他就出门的时候就拿2000块给我，请我处理给那个台电人员那个就是买单。他说不用，他就挥挥手就赶快离开了。风灾升到中南部，网络上也有民众号召大批志工协助，有志出志，有力出力，毋望会当赶紧恢复家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